因为我们是属于轮班制，那我们的勤休制度是属于勤2休1，所以在分队的时间会有48小时这样子。那通常会是待命的状态，那有勤务的话才会出勤，所以你的就是随时必须处于比较紧绷的状态，就是随时要出勤那种感觉。因为我们的寝室是处于在车库的2楼，所以当车辆发动的时候，就是废气都会排到寝室里面。那针对我们的寝室的空气的状态会比较不好。那有这个系统之后，它会排到其他地方，就不会直接进到车库。所以这样子针对我们的生活跟自己的那个身心的健康会比较有帮助，这样对有大的改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消防员必须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下抢救生命，因此他们的健康与安全也需要被高规格对待。台南市政府消防局近期启用智能排气供电车库，并增加消防车警示装备，大幅提升消防人员执行任务时的安全与便利。接下来邀请消防局灾害抢救科邱科长为我们介绍升级版的消防装备吧。像车子每天都要热车，那每天热车完之后，这些废气就会让我们同仁就会很不舒服，那健康上就会有一些顾虑。我们会透过这些排放废气的设置的改良，那这些设置只花了我们差不多9万多块。那就能有效的让我们的一些整个废气，无论是热车的废气或是里面的废气，把它有效排放出去。那消防车只要出行的时候，它就有自动脱钩的一个功能，让我们的救灾出行更加的便利性。我们救灾现在的那个智慧型的一个设备越来越多，无论是无线电或者是平板，还有一些设备。那这些破坏设备都需要用电，尤其长时效的一个救灾现场。那我们现在往往救灾现场的一个供电的取得不易所以我们就是把每一个器材车都把它改良到6至9个有110伏特的一个防水防尘的一个插座。那这是第一个机制。在救灾出勤回到分队的时候，很多同仁已经很辛苦很疲倦了，他们还要再把车上的一个破坏器材拿下来充电未来不需要了。他们透过我们所配线集结到出口这个出口的110伏特的一个供电线，然后插在车库的110伏特的插座就可以，整车的设备就完成那个供电的一个机制了。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4月23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甲基隆市因为拥有历史、风景甲美食等真类似的所在，所以两市要推展观光旅游，会当互相交流学习。市长黄伟哲就邀请基隆市长林佑昌来到台南市参访，上访阁特别推出9项美食小吃联合行销。基隆市长林佑昌率领市府团队来到台南参访，第一站就选定162年由荷兰人所建造的热兰遮城，共同见证珍贵的历史文化。会中为了呼应台南、基隆分别拥有将近400栋的大航海时代，两市市长分别以结合文化历史甲地景的创意商品来销送，也有古迹的册刊甲珍贵的400年古地图等等。拢凸显双城对古迹文化甲推广观光旅游的重视，互相做了地理城市经验的交流。和平岛的奇岩，它比野柳还漂亮。那我们把它做成是文创的商品，变成是手工皂、手工的肥皂。那旁边这一个就是当初对西班牙跟荷兰的那个战书，所以是一个结合文化跟历史还有地境的一个文创的一个商品这个也特别要送给韦哲市长。我们的古地图，那时候的台湾只有台南，所以这也是台湾的400年的古地图，是现在最完整的一套。在后面，这是这后面的一大本，这个有点重量哦。
基隆1626年在和平岛就已经开始西班牙人建圣萨尔瓦多城。我们台南1624年荷兰人来建安平古堡那可以看到建那个热兰遮城普罗民遮城，这2个城市其实都是相近的。我们也很希望说，在很多事情上，不仅是在美食上可以互相有很多交流的情。在1624年的时候，荷兰人在大园这个地方盖了这个热兰遮城。那西班牙人在1626年的时候，在基隆盖了圣萨尔瓦多城。那一南一北其实在那个年代要上了这个大航海时代的这个历史的舞台。所以我今天特别带着市府的团队是来我们台南这个古都文化历史之都来学习来参访。当然，针对林佑昌市长日前发出台湾美食就是北基南、南台南，连续食3个月拢袂厌。社会中2位市长换上总铺师服装，分别祭出9项在地小食来 PK， 透过美食共同行销，两面温馨。哇，红烧鳗鱼羹、牛肉汤，哇，牛肉汤是饭后汤品知名的。真的，对，台南一定要吃的，而且也是台南独有的。红烧鳗鱼羹是大家一定到基隆一定要尝试。对，这个在哪里最好吃？那个本都庙口还是哪里？卡马店也有，庙口也有。然后他们做法红烧鳗的那个做法都不太一样。对。林佑昌嘛，因为拄接任台湾健康社区联名理事长，所以当讲伫成功改造家人以外，嘛改造身材减重有成，和一边的黄伟铁俄罗甲来军队的脚步。明天再开始运动。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上个礼拜，我刚刚从这个郑文灿市长手上接下来这个磅秤城市健康联盟的理事长，所以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身材，现在算是非常的标准了。以前有肚子现在都是平的。因为什么？因为我前几个礼拜开始做重训。所以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个成果。那个韦德市长，我要跟林市长学习的地方。韦德市长其实也很标准啦，我都要收小腹了。不过因为我身高比较高一点，所以我跟韦德市长我们2个算不同量级的。那个郑文灿市长应该跟韦哲市长算同一个量级。对。乡城市长联手行销，用团体战来推广古城甲小食，嘛共同为赢家建城400档来宣传。台新闻军及林英庚采访报道。好，再次回到正中。国际赛主会300低湾区台南市博爱赛主会，第5当前捐赠40万，和安南病院灾难医疗队以后，今年再次捐赠25万，和安南病院购买医疗的帐篷、甲照明的配备，为医疗团队加添救援的能量。那现在病人是不是要进去的部分？这样子是不是？好，我会请他们跟你特别注意。你家人是在住第几楼？我不知道，不晓得是不是？安南病院灾难医疗队现场模拟伫灾区是如何抢救受伤的民众，为问诊到检查详细，后来处理空喙，甚至到紧急抢救。毕竟的演练就参像是身处伫咧灾区同款。市立安南病院灾难医疗队成立伫咧2015年。支援过0206台南大地洞维冠大楼、花莲大地洞、云门翠堤大楼的救难医疗经验，在几啊届救难当中，显示出装备减漏问题。对此，台南市博爱赛主会这次捐赠25万，予安南病院医疗队采购医疗帐篷以及照明设备，更加完善了医疗队的抢救能量。捐赠我们 DMAT 这个灾难救难的设备，其实对我们的市民都是一种福气啦。希望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市民可以享受更好、更安全、更快速的那个救难的设备，然后也可以保障我们救难队的医师跟护理人员的安全。面临一些天灾人变，其实有很多场合是需要很多的资源，但是呢，本来医院是守在医院里面来接受后送的病人。但是我们安南医院彻底成立一个国家级的救难队，叫做 DMAT， 可以直接到第一现场来从事救护。但是我们除了自我的训练以外，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设备，
所以这次很感谢博爱狮子会在持续几年连续赞助。那今年最主要是帐篷跟其他照明通讯的设备，让我们如虎添翼。医疗队长陆乃珍表示，过去伫救难时，因为帐篷的空间不足，会妨碍到救难处置。现在为了这顶大帐篷，会当划分减伤区甲治疗区。我们过去啊，我们在现场灾难的现场，我们的那个减伤啊，我们的空间其实都不够的。那个博爱狮子会捐赠给我们的这个帐篷呢，我们可以把它区分为减伤区，然后还有治疗区，都是可以同时使用的这样子。对，嘿，那我觉得这个空间其实是比较大。那我们在处置的方面的话，空间比较大，也比较不会妨碍我们在现场的处置的部分。安南病医疗队表示，一支队伍持续运作，需要相当侪后勤支援、医疗仪器以及运作经费。在进驻灾区时，上少爱当独立运作72点钟。除了热身而且受过训练的队员以外，足够配备甲资源是维持救灾能量的必要条件。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由乐里社区主办的中华北线尾乐里门模仿地成功订了活动。5月1号将伫乐里门溪口顶门宫展开，就要重现1661年地成功率军进入乐里门的场景，希望让市民朋友甲国内外的人士深入了解乐里门的历史文化。为了让乡亲朋友以及国内外友人更加认识台湾历史事件，乐里社区主办的中返乐里门北线尾重现地成功登陆活动，已经迈入第12档举办。这次乐里社区结合顶门宫、昆山科大华艺中心、南台科大休闲管理系、海军陆战队分家兰联名，5月1日将伫咧乐里门溪口模仿登陆经过，希望透过实地体验历史事件，让更多乡亲认识台湾的历史。5月7日，咱要来办理模仿地成功登陆的活动。这个活动到今年办理已经是第12档。去年甲今年因为是疫情的关系，所以咱的规模无像应当遐尼么济。但是呢，咱的活动的定数拢照以往共款，拢照历史写的部分，咱一一来呈现。换穿古装的，换衫，了，甲地成功祭拜了后，搁向上通祈祷了。咱较会落船，落船了，咱有三炮较有起价。安南区长叶志明也特别换上明朝将军的服装，甲海军陆战队分家兰联名的兄弟，做伙宣传2002中华北线尾乐里门模仿地成功登陆的活动。1年1度的重返鹿耳门，重现我们郑成功登陆的一个系列活动。那整个过程之中，可以大家都可以共同的参与哈。过去整个郑成功军队登陆我们台湾的时候的一些相关的战舰也好，或者是说我们从历史里面去了解的部分，可以来体验所有的学子都能够来了解当时我们400年前来登陆的时候的一个荣景哈。5月1日当天，除了有青古装坐战船模仿登陆等活动规划，另外嘛特别邀请北河区仙草国小太鼓队来表演，活动非常的精彩趣味，欢迎大小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疫情渐渐稳定以后，台南要如何发展农业观光也引起关心。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前理事长蔡英清就表示，因将配合台南四季的变化，串联各景点甲农场，推出主题旅游，嘛呼吁市府会当协助因改善公共设施。一来到乳牛的家，除了有农村景色造景，上起人就是羊驼等高水疗育的小动物，去亲子来饲牛呢，饲牧草甲因互动。近年来已经成为亲子旅游甲幼稚园、户外家下真好的所在。位于柳营的北往罗龙区，曾经是台湾上大的牛奶产地，所以当地业者嘛转型发展出休闲农场。伫10几年来辛苦经营，嘛经过疫情的冲击。今年3月，拄对台南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卸任的蔡英清就表示，疫情过后，因希望配合24节气，带来游客来台南调享农业四季的主题游艇。
我们协会也有在做这个四季旅游哈，把这个旅游的规划到精致一点哈，也可以治，也可以吃，也可以体验，也可以采果哈，就是讲有多方面的哈。咱要安怎杀这个迄个观光吼？因为咱台南县唔比台南市，伊是古迹，咱这是种农业而已嘛吼，所以咱一定爱以农业为主嘛吼，农业这个方面我们有开始已经做到到现在已经都很成熟的像罗马奈啦大坑他们都有注释了还有仙湖他们也都有注释了嘛所以我们有2日游的、1日游的、3日游的都有了，从山上可以游到海边啦。当然，民间团体努力经营，全力发展休闲农业，嘛希望政府单位伫公共设施甲交通顶面的配合改善，吸引更较侪外地游客愿意来台南，对山区一路升到海边。台南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因为伫个人的推特分享台南的往来官，和水果官的孙门度大增加，帮助业者的业绩成长2-3成。所以市府农业局嘛趁小推出水果官这系列活动，帮助农民甲加工业者大力行销。为将台南优质的农产品延长上架时间，提高附加价值，同时保留水果的原味，会中有12间业者纷纷就往来酸啊甲朋友等水果砍数做成干的食品。农局表示，所有产品拢是用传统的工法所烘出来，甲其他所在真无共款。其中嘛有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所推荐的台南往来干，互业者业绩成长2-3成。原则上，我们东西就是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色素香料，所以说这样子坚持这个台湾的好品质的这个原料，其实很多国外的客人他们吃到就直接会接受了，所以说我们也没有过多的去说明说包装我们的商品，就是好东西自然就会吸引好的客人这样子。后续订单有没有受影响？后续就也是有因为这样子的助力，所以说就有很多大家民众啊还是台湾人就没关注到这个商品，就有想要来共襄盛举这个事情，这样。市农局为了将所有果干的食材交流，4月30日伫台中的百货嘛合办台南果干嘉年华，同时打算伫6月办理果干食品创意比赛，其中更有企图心要推展到国际。我看了蓬佩奥的那个脸书他的 Twitter 他的 Twitter 所讲的一方面拿着我们的台湾的果干，尤其是台南所生产的果干。一方面说下西洋棋说 checkmate 将军，你想想看，一包我们台南的果干，这个蓬佩奥就将军了。我们这么多优质的果干，除了凤梨还有凤梨之外，还有很多果干，那不是将军好几次害翻天了嘛？所以我相信我们很有把握，我们好的这个水果制品一定会名扬这个不仅是丁杠五名乡。也杠五出名，还能够名扬国际，名扬四海。因此呢，很谢谢。但是我们要走出第一步，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食品业者、饭店业者，还有创意这个业者，都能够帮忙我们果干，让更多人知道，能够加持起来当然，这么多果干要倒卖，市府5月7号开始，伫农村好物网的网站嘛建立购物专区，所有优质的产品拢会当一摆满足。今日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基美医学中心扩大产妇甲新生儿专业照顾服务，特别兴建基美产后护理之家，有基美病院的医疗团队做后盾，阁有专属的中医调理、健康食补，为产妇做调养，提供高规格专业照护服务。拥有完善医疗资源的基美病院，为了方便伫病院生产的产妇，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做未来。
特别伫永康园区试出兴建3楼护理之家，总共规划出29个房间，内部设施嘛无输咧5星级饭店。经伫婴儿室采用智慧卡电以外，嘛会当互家长透过 App 伫房间内就当了解幼儿的状况。好，那如果需要的时候，我们在消毒的时候会做这样的一个雾化的一个动作，然后让家属就是里面做消毒，让他知道。那平常时候我们是24小时开窗不关，让家属可以一眼一起看到我们在做什么。在选择所有的建材的时候，我们只想到一件事情：怎么样让母婴住进来它是安心的。所以你看，光好我们建材，光是这个地板，它是从德国进来的实木地板，那它标榜的是零甲醛。那对家属来讲，他会觉得，至少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面，他是放心的。那所有的你看到的建材上面都是低甲醛，所以我们打造一个让家属安心的一个建材的一个设施。基美3楼护理之家一直举办盛大开幕典礼，基美企业集团董事长廖景祥、基美病院院长邱仲庆以及真侪受邀贵宾，拢共同来见证这个时刻。奇美产后护理之家正式开幕。我们一直只有想要因为社会现在有这个需求，我们一定要赶快来做那么让我们的母婴能够在产后能够有一个很舒适的环境能够做到。让我们所有这个医护人员可以来好好的照顾他们。有中医我们有很强的这个复健的部门，那这个我们也有营养，这个也是相当我们的强项，所以我们结合这个中西医，还有这个复健理疗营养呢可以让这个母亲跟婴儿呢都得到很好的照顾。基美3楼护理之家一直才打开幕，目前的预约状况已经排到明年，可见高规格服务、设备以及环境，非常受到真侪产妇的喜爱。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节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3度到29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4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